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嘛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欢喜入应，用恶乐入应，着感谢伊恶乐应命，因为上主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今仔日我用真欢喜的心情来做伙聚集伫遮，要来举行专门家己圣经协会出版的感恩礼拜。今仔日也是圣神感恩节，伫遮咱知，因为圣神感动，咱就搁较知捌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真有意义、搁有纪念性的日子。所以伫遮，咱伫礼拜一开始要来做伙学乐咱的上帝，咱要来唱圣诗71首，我心学乐志愿上帝。咱要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学乐志愿上帝，万民拍拜伊脚下，赎回伊字写面满满，咱就学乐来有我，学乐敬奉，学乐敬奉，学乐永远换君王，做伙来吟全首。犯罪迷路时阵，你用话语来拯救。耶稣安尼讲，伊是道路，伊是真理，伊是活命，伊是上帝真理的话语。伊讲恁信就得救。阮伫遮用话语，上帝充满应允的话语来得到拯救。主你阁用圣神来感动，互阮亲知你奥妙的真理。也安尼，生命得到长大，成全，成做你真理活命话语的见证。主照光伫黑暗中的人，主伫遮献上感谢，来将继续用话语来服侍，
会即个时间放踮你的手中，愿你继续带领头前的道路，互阮搁较侪宣扬，就搁较侪人知捌圣经所记载迄个福音的段好消息，来得到信仰改变，信主得到规一教会，然后整个社会因为基督徒的见证，来得到改变甲更新。安尼祈祷，安尼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嘿，伫遮咱要邀请咱的杨金坚执事来替咱读经。大家平安。我今日是要用迄个全面圣经的来读，不过我在补的吼，请大家原谅，因为我实在在补入面补会较慢，为着要对字要读得准，总是我读袂准的是，请大家原谅。伫你个我的时阵，即摆要读的是诗篇104篇，第1节到第24节到34节。上主啊，你所做的哪会遮济？因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充满你的富足，遐有海大搁宽，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大细的画面拢有，伫遐有船在行，有你所创造的大鱼游来游去，这拢在等候你，通照时互因食物，你互因就捡起来，你即个起开手，因就得到好面通食到饱。你按你的面，因就超悬；你甲因的开收回，因就死亡来归于土本。你发出你的灵，因就创造你互地面换做新。愿上主的荣光永远存在。愿上主对着所创造的来欢喜，伊看地就震动，伊望山就出现。我要即世人向上主吟诗，我要大地的时，要向我的上主唱歌无乐。愿伊甲我的点点也只甲介意。我要因为上主来欢喜。即摆过来是《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五旬节到，信徒拢聚集伫即个所在。忽然间有声对天顶来。亲像地在透大风，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出现，晓伫逐人的顶面。
因老受圣神充满，就是圣神修士互因的文士开喙讲无共的语言。多谢。愿所听上帝话的人拢得到力量。遮要来献诗学乐上帝是双人的西罗亚合唱团，伊们所唱的歌是第一首是西罗亚之歌，第二首是我真爱听主的故事。
亲来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今仔日要伫咱中间来分享上帝奥妙的信息的是，咱的全民台语圣经协会的理事长萧清芬理事长、萧清芬牧师，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稳定奥妙的牧师。各位兄弟姊妹，我徛伫这个所在，感觉非常的欢喜，就也受真大的感动。咱拄则有看有听着，咱会就以即事目睭无看着，总是会当读。咱拄则也听着，即个咱的朋友有缘会当来吟诗。拄则咧甲咱弹琴奏乐假设话，咱就称伊做老师啊，是咱对。伊是我的负责人，琴学琴的时阵的老师啦。我的负责人少年的时有去法国游学，伊的老师是目睭无看着，一个就听，伊来讲，伊就四种的，迄个琴师，佫是作曲家。但虽然已经倒转去天家，犹佫伊所做的曲，犹佫留咧，安尼，互咱遮个安尼，伊遮个后代啦，遮个琴师会当弹。我会记得，阮拄结婚的时，伊老师要伫咧，阮有一人就去学点字，法国话的点字安尼，甲伊的老师同批。所以想着讲，这作曲家用因所捌的言语，就是这音符这个音调来咧学乐感谢上帝。我想起一个真出名的作曲家叫做Johann Sebastian Bach。伊逐摆作曲结束上落尾所在，拢写延根归伫上帝。Soli Deo Gloria Deus， 安尼用迄个定论安尼写。伊所做的曲目的是要延根上帝。咱今仔日就是五旬节，咱用这个五旬节来组织伫遮感谢上帝。咱拄则所读的圣经有两位，对旧约就是读着怎样感谢上帝，伊的创造的伟大，伊怎样拥有所有伫地面上的生物，地面上的这个自然界的宝泉，因日头上主的是因得到正这个世间因所欠的，互这个宇宙会当安全。新约的道理是讲，咱的教会开始成立的迄个瞬间所发生的代志，就是五旬节。中间迄个五旬节真奇妙的代志发生，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大家会当了解，佫会当讲起，毋是伊本身家己出世就咧讲的，包括伊本身所咧讲的话，拢佫再出现伫因的中间，佫大家听，这是一个真大的奥妙伫遐。但上帝用即日
来互这个新的这个团结成立，是相当有意义。啊，互后代人会记着即日的这个特色——五旬节，就是这个搬过节后的第50日的代志，五旬节。啊，这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头一字当然就是讲迄个五旬50日的这个意义，就是咧孝念上帝早时怎样带以色列百姓脱离做奴才地，来到这个自由。上帝所收拾因的迦南地，迄个过程的开始，毋是结束，迄个开始的搬过节。过来，伫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佫真要紧的，就是即日五旬节，有一字的意思讲法。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头水的归子，头水的归子就是安尼，得到上帝恩典，会通得到迄个会通讲因原来伫迄个旷野的所在。日安尼就爱出去，捡，总是上帝恩典，互因会当参与伫上帝的恩典的下面，来建造叫做修行。所以是头水归子的节。对到这个延续出来，这个五旬节也是。讲是收获的节，伫以色列人因所用的这个时间，因的咱讲因的日历，这拄拄是因修行了，感谢上帝的修行的事。新约的圣经咧讲教会开始，就是上帝应允开始实现，互遐个欢喜接纳上帝恩典的人，开始来享受着，来修行上帝互因的这个规矩的时阵。但伫迄个时阵所表达的，是因讲圣神的降临，是圣神是耶稣邀入为世间的时阵，伊特别应允讲圣神特别来到伊个中间，所以是上帝应允实现。头一个规矩的事，这个圣经甲咱讲，遐信的人拢组织做伙，在场的人，大家人拢有份。所表现的就是讲，因他人讲无受伤的健康，个人。大家拢听有，无共款，总是内容共款，会当互伊体会着上帝的这个快乐，迄款呢真奥妙的代志。咱
伫咱做信徒的人，拢会记。圣经创世纪的时阵有记载，讲巴别塔，还是讲巴别的塔，会过世。迄个过世的时阵，就是人讲大好，咱安尼合作伙，来起一个塔，拄天要来甲上帝拼一个安尼。迄个时阵讲，大家拢讲同款的话，总是迄个担心是安怎要指责上帝。来照圣经讲，上帝话天下的话才混乱起来。不过，迄个混乱伫上帝应允的里面，即马听做上帝的祝福。无共款的话，总是有相相反的内容，大家听。言语毋是伫迄个无共款的所在来，安尼，互人分离，是互迄个无共款的会当讲起相相反的上帝的这个恩典。咱的诗篇，也是这个犹太人因咧守节的时阵，有一款的共同的这个意义，就是讲，因都爱偷一个孝养上帝的创造的伟大。上帝的创造伟大，天下万物，毋但是这万物，一切拢是上帝恩典的创。所以因都爱一直夜目起来看的时阵，拢会当知影，以后耶稣咧教示的是，讲你看空中的飞鸟，山面的花，你就知影上帝伫咱中间的实验。所以，这个纪念的头一个，包括上帝创造的伟大。这个创造，无论什么款的文化的人，看到就拢知影。个讲就是爱的笑脸的上帝，安怎引带因过去所行过的路，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丹麦的这个丹麦的这个电学家还是神学家，丘吉尔讲，咱只有对回头来看咱的过去，咱才会通明白咱的生命今仔日的意义。总之，咱的生命就头前来行，一面回头来了解，总是搁一面头前来行。你若唔知影迄个过去，咱会当行迄头前。但咱若真足读拄则所读，听拄则所读的话，会记住。咱若是有时间安尼继续读这个四国联传21章，就知影彼得开始讲道，因为提醒才会听着，讲因早前才因的先进怎样听着上帝应允，因这款应允的下面带因行到底，迄个是迄个应允的这个实现，新的实现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来源，是这个拯救头前行的事，别得着什么款终局的上帝恩典，这个恩典包括拄则咱所听就是诗篇所讲
肉体上的需要，咱的灵魂的需要，咱的心怀，咱的做一个人的需要，看到才是上帝创造的美妙。无论有宗教无宗教信仰的人，我相信你若徛伫海边，真足咧看这海水的海影的这个变化，你就会知影讲上帝的伟大之处。有真济，亲像即款，我会记着政府有咱台湾有一个迄个 DVD， 是对空中来翕咱台湾的这个景，有山有海有啥物货安尼，我看了足大感动，讲台湾有遮水的所在，佫一面的想讲，遮尔看着讲，遮尔水上帝互咱的台湾，咱的住伫遮的人，无好好无惜，水土的迄个叫做土的这个优势，无保全，来提醒咱要怎样来保全上帝所想事。有咱知影最后的这个上帝恩典伫遐咧带，咱毋通忘记着这个上帝所想事互咱的这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毋是干那迄日发生的事件，伫咱的生命内面，逐日都爱有五旬节。迄个五旬节圣神降临，互迄个咱的日子有迄个活命，这是非常要紧。要互咱的活命有意义中间，对咱的信仰来讲，这是上帝的话，互咱来得到迄个快乐，得到迄个活命，真迄个趣味，还是讲真有意义的迄个表现法，就是圣神降临的亲像风，吹大风。迄个风甲是圣神，原来拢有相相反的这个字经的所在。咱知影，咱台湾人讲，一个人若要咧喘气，是安怎活起来？咱需要有上帝遐来的这个气，迄个风来伫咱的内面。这个风的重要性，咱大家拢知，迄个气，它圣经是要帮助咱，互咱会当不时来吸收迄个新鲜的这个风。研究随时代拢有咧改变。要求迄个风继续咧，甲咱换新，互咱对迄个话语袂当了解。全面的圣，全面的台语圣经，就是互咱做一个今仔日的台湾人，会当使着迄个。上帝今仔日要互咱成做一个实在实在的台湾人的活命，迄款的感觉，迄个风，反正会互咱受咱大家的应允，三帮赞来做这个代志。上帝风，上帝活命。要使我所有的人，今仔日
咱有时背记着这个风，互咱的活命。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经这个五旬节，对上帝来的风，互咱大家有活命。而且，来开始做一个新的共同体，是讲新的环境。原来，迄个就是因为圣神的感应，教会成立。咱今仔日安尼恳求上帝，有这个新的这个风来灌入伫台湾的每一个人，互咱台湾住伫台湾的人有这个共同的新的认同，甲新的活命，来三甲向前来行。一边这个风要帮助咱，会记着咱伫遮各族群的祖先怎样来开发建立这个所在，咱对这个土地有责任来保存。也一面做基督徒的，会记着上帝怎样恩典款待咱。找这个宣教师到台湾，互咱有看到，咱还是讲听到，还是去使着迄个咱原来已经伫遐的风，总是咱来看做不要紧。咱使着迄个风，来得到活命，来拯救知影上帝的带路。愿主是互咱每一个人，今仔日拢会使着这个上帝，互咱今仔日新的这个风，行做一个新的人，咱共同的台湾人，有缘会行做一个新的活命的共同体来活。头前来行，伫这个这个世间，真侪无共款的这个言语，咱唔通放弃讲上帝互咱这么特殊的这个话。安怎呢？咱大家中间的确有美术家，这美术的美术的图画有真侪色，佫有迄款的，咱今仔伊叫做模式，用迄无共款色的物件甲排出真水的一片图。咱台湾西蒙色有伊特别的色，迄个若甲倒落去，伫今仔日新的世界内面，迄个世界。会更较水，咱唔通放弃咱家己的色，煞互世间减一色，互迄张图减一色，安尼无真妥当，安尼就是咱无尽咱的本。咱今仔日第三个小上帝的苦顺节，小事圣事。互咱会当守寡，伊要互咱的恩典，也咱三甲咧做的这个全民代替的圣体，毋茫诚做一个好的轨迹，互咱大家当享受，佫会当献互上帝，感谢上帝，愿主是因，是咱所听。这是请咱大家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的恩典无限，
伫世间受创造的时，你用你的话，亲像风来造成这个世间。你的灵运行，亲像风，伫创造人的时，也对每一个人闻你的话的风，迄个气，阮正做我的人。阮的主耶稣来应允，伊要去再互阮一个风，一个灵，一个气。阮才会受你恩典的人，三角主体来孝念感谢伊的应允。阮将这个风所表达，用人所会当了解的话，来写成今仔日会台湾的话。阮求上帝灵敏施恩，互这个话所写出的、所人读出的，拢会当明白你不是伫阮的中间，你伫阮的历史的过去、现在甲将来，阮整个的台湾的过去、现在甲将来，也是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同在，经过阮的手所做工，阮的手所做工虽然无完全，迄个最后的完全，求你伫阮无完全的经历，甲阮成，愿将阮所做一切献伫的手中，愿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
前辈，伊本身是读台大的即个大学吼，都市学系的图书馆系的，啊，佮做到即个美国的图书馆的副馆长，但是伊用足侪时间，尽力伫台湾教会历史的即个主要课起做内底，互阮遮后辈吼读教会历史的、研究教会历史的，诚做真大的帮助。头讲伊是跨足侪的领域内底，诚做真侪人的前辈甲帮助，是咱做基督徒真水的一个典范伫咱中间。伊虽然人无伫遮，但是咱即摆的人诚注意吼，透过上帝的创造力所带来科技吼，咱要看伊，毋是甲咱听哦，看伊所要对咱讲的一段话。全民台语圣经协会是去年11月正式成立的。协会今日会当推出第一本的圣经，新约副诗篇箴言，我想是一个真应该欢喜的代志。台湾教会一直用的圣经是巴基勒牧师所翻译的。伊的新约圣经是1916年出版，那已经经过要100年。迄个中间语言有变迁，教会内外的用语也有小可无共款的，所以伫即个时有来即个新的翻译，我想是应该欢喜的代志。特别是咱是台语的即个母语，伫水尾的时，即个工作是有复母语复兴运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对这个这阵在义工的工作是真感谢的所在，特别是林俊玉长老多年这几年，伊伫安尼努力伫做，有得到萧牧师甲个几啊位牧师的特别的赞同，甲指导，有语言学家的参与，会当用这个做网络来作业，最后阁有得到真侪义工来参加做，所以实在是会使讲共同做出来的这个工作。名义是全民，所以这个工作会扩张，变做讲大家来参加做，因为这是拄开始啦，定，还佫佫大爱做工课真济，那是这个具约的部分，无底下还佫讲起来，佫较快，台语。用较快的这个解说来讲起来，包括客语，会使包括原住民的语言，这会拢伫这个工作会通过推行的。所以这个工作的开始是即马来定，还佫真济工作来做。新旧约的圣经。汉罗版
大概这个年尾就会当出来的。啊，希望这个工作，大家会当得到大家的赞同，会当讲教会界来支持，来变做一个全民的这个运动，就和这个咱的圣经，这圣经是世界的这个叫做经典，毋那是教会内底来大众，拢会当讲有机会来读这个册。愿上帝的祝福的面，这个工作会当讲顺利进行。多谢，多谢各位。今天也是一个真应该欢喜的代志。台湾教会一直用的圣经是把这个牧师。一个团体，咱要继续来请几位来宾来致辞。第一位是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的地英志副总干事到伫咱中间。好，咱请伊来替咱讲几句话。好，小牧师伊咱感谢上帝，听互咱的圣经，特别咱的台语的圣经，伫1993年8月版全部出版了以后，咱后来伫1996年看到咱前无偌久做安孝林会长老，伊家己个人通过伊亲自拍拼，甲伊翻做汉语版的圣经。总是预备伫圣经来讲，后来伫咱的2006年。伫咱即个林俊玉长老的拍拼中间，毋是通过圣经公会，通过台湾教会广播社，有出版一本的即个红皮的汉语圣经。迄是根据1971年、72年，咱当南市长老教会甲天主教做伙翻的一本红皮的台语的圣经，完全白字的圣经。较可惜，迄本因为红皮，所以去互警备总无没收，因为迄个即个毛语录、毛语录共款式。迄本后来2006年，林俊玉长老伫美国通过咱台湾广播社出版了。以前我伫义工教牧会时，阮的信徒交龙兄看到迄本了，读了真欢喜。后来伊买100本送义工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当做咧用。经过2年后，2008年，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所任命的即个现代台语圣经翻译的小组。出版新的现代台语译本，这本新的现代台语译本是完全新的白文字，总是伊敢若出版新约的部分尔。后来到伫2年前，2013年的11月底，咱的圣灵公会甲台湾基督长老出版这本现代台语译本的新约以及副诗篇甲经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政策当然是鼓励大家读这本，因为这本是咱总委会的政策下面通过咱即马的现代台语新译的小组安尼拍拼努力。目前规约大概阁有定3年4年中间的完成。总是有可能有人问，这边现代台语或者全面台语圣经所出版的总会是甚物款的态度？这项代志有真侪人咧问。后来我有向咱的总干事嘛有讨论，因为甚至总委会中间嘛有人咧问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安怎看这本全面台语圣经？后来总干事林鸿忠牧师向我讨论咧讲，伊就讲其实圣经的出版当然，咱总会有咱的政策，嘛甲圣灵公会照咱的进度，一步一步咧出版新的现代台语圣经。总是若有其他的单位咧出版的圣经，咧鼓励对台语的使用，咧鼓励互咱会当更较用咱较顺读有的台语来了解上帝的话，咱的总会无应该甲禁止。何况今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宣布150周年，
咱全面台语圣经所出版的即个新约故事编，无论白字版，还是即个汉罗版，还是搁来到年底的即个旧约，顶面拢有写讲是台湾基督长教会设报150周年的纪念版。感谢恁将即个送做礼物，因为总干事嘛讲若台湾基督长教150周年所有礼物，无论倒一个教派，无论倒一个教会团体，伊要经送，总会袂当人无转。所以今仔日特别要代表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议长陈文义牧师总干事林宏文牧师，以及全体台湾基督长教会来参与咱今仔日全面台语圣经协会，将咱所努力打拼。互大家读有圣经，会当诚侪每一个人祝福，嘛，互咱会当看见上帝的话，才能通过咱每一个人爸母话，会当互咱的生命得到改变。台湾基督长教会每一个礼拜日，超过10几种的语言伫咧中间咧做礼拜，当然其中一种是无发音的、无讲话的手语礼拜，总是每一种的语言，包括身体的语言，拢伫咧中间，互咱更较合适。上帝的听，怎样伫咱的中间，遐尼丰富来教育、祝福伫咱每一个人生命。愿上帝更加祝福全面台湾圣经所做一切工，嘛当归荣于上帝，互咱每一个人对上帝更加深的了解，生命得到更加大的信心、盼望甲听从。多谢。多谢陈牧师。第二位要伫咱中间来致辞的是台湾罗马字协会蒋维文理事长，咱请伊来致辞。咱所有兄弟姊妹、所有来宾，大家平安，大家出头天。今仔日真欢喜来参加咱全面台语圣经协会即个出版的感恩礼拜今仔日我代表有4个单位头一个是台湾罗马字协会，我即摆担任理事长。过来是咱国立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我即摆担任一个主任。过来国立成功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搁有咱即个台文笔会，目前嘛是咱即个秘书长今仔日代表这4个单位来遮甲咱做伙欢喜心来做伙祝贺咱即个全面台语圣经会当来出版咱知影即个圣经呢，对着即个母语的复兴，对着即个母语的即个语言的即个标准化呢，扮演真重要的即个角色亲像讲即个马丁路德。伊甲即个拉丁文的圣经翻译做德语，则促成着德语，包括伊语言、伊文学、伊整个则国民文学即个复兴，这是非常重要这伫近代、伫西欧拢是咱一个情形。咱台湾嘛是这圣经对咱台湾的即个母语的复兴运动呢，无论是咱台语、客语，还是咱原住民族的即个语言，拢应该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工课所以咱真欢喜，咱今仔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出版另外呢，圣经除了真重要之外呢，当然嘛知影伫这社会上，有的人有来教会这个参加这个礼拜读圣经，但是嘛一部分是教会外的人伊可能较无机会来到教会内底所以要安怎会变做全面呢？嘛教会内、教会外的人呢，嘛会想要来读呢？这嘛是真重要我想这嘛是咱今仔日即个全面台语圣经协会呢伊要拍拼一个方向咱知影呢，即个因为我当时嘛是做越南研究即个越南呢，因现主是伫用即个越南文呢，当初是就是教会的圣经伊源头是位嘛是17世纪的时阵即个西方的传教士伫甲越南做即个圣经的慢慢呢。在推广初期嘛是敢教会来伫使用，但是到落尾呢，到19世纪尾、20世纪初以后呢，陆续呢开始呢，含教会外嘛开始咧使用。所以呢，咱即个全面台语圣经嘛是一个真大意义，就是讲，除了教会内，而且会会当来读之外呢，伫会外、希望搁较济所有台湾人拢会当来读。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而且呢，最后呢。用一个简单的一个特殊，有台语的，搁有越南语的，来做最后一个结束。咱讲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呢，咱上主
永远甲台语徛相我。越南话讲，昨日故我花旦泪得桌，谁敢脸陪点面的买买。祝福大家，感谢大家。祝咱台湾语文最好。就像吼，昨接到即个贺电吼，最后一撮完全看过，想讲，这毋是台语呢，这是倒一国话遮趣味。所以感谢咱的迄个朱文文理事长替咱读吼，因为我绝对读迄一撮。第三位要伫咱中间来祝贺的是中营中二校友会代表蔡三友老师来请来理事。真多谢我有机会代表咱的学校中营中二的校友会伫遮讲几句话。我今仔日挂这年骨仔是校友会送互我，总是吼我的年骨仔变是淡江高中送互我的，因为检查恁会想讲，做无啥物着伫淡江8年久，较会做中的校友会的代表。其实我是1963年到69年读中6年久，即尾啊，即20年我伫北部，所以毋茫我伫北部的校友会安尼做淡薄的工课。我真感谢我12年指导我写论文的郑照老师，伊嘛是恁带阮全体新主。伫要过往的前1年，伊一直咧鼓励我讲，叫我爱认真读这个罗马字，甚至阁会当教人读。无拍算我伫咱今年的新书，即4月份，有人提起即个郑照老师的诗。阁有提起1947年的1月，伊对日本读册了后要倒转来，伊伫船顶倒转来，伫船顶学即个罗马字。啥物人来教？中山教会杨东杰医师。我会知，我去敲电话去找即个杨医师，讲你是安怎甲伊教？你是伫倒位坐船？伊甲我讲，伊是伫那加萨基，毋是伫库贝，伫那加萨基遐。经过圣诞节，佮经过旧历过年，郑照老师伫遐主持圣诞节的活动。伫迄个中间咧等坐船，迄个1、2个月中间教伊读罗马字。讲你用啥物教材？无都无教材啊！靠啥物？有罗马字时阵无都凭印象，安尼就来教。毋知影讲伊所教的即个郑照老师后来到伊人生尾这1、20年，就较典的物件，应用到我。当我受邀请要来伫遮代表中中的时，即个台语甲中中有啥物关系？我就想到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宣教师叫做余天树牧师。1965年来中中，伊袂晓讲北京话，敢若会晓讲台语，后来伊就鼓励我伫遐做团契会长，伊就鼓励我讲，你着用台语讲着，伫中中你若想伫迄个时阵，伫中中会当伫礼拜全校师啥物用台语讲着，安尼甲我训练。就搁后来搁讲，迄阵拜六爱上课，每礼拜的拜六的主日吼，你团契的会长带头搁来干部，每礼拜的拜六拢学生主日，伫遐训练学讲台语。即个余天树牧师后来有去新南医，到伫1994年，我伫教会讲过，较早讲迄个身躯欠案，我伫社会去来请来，迄个是我人伫公馆。听我讲，即场会吼是伊写互的最后一场会啦，最后一场会。伊用罗马字写，伊是学校的老师，我是中中的学生，阮两个徛做伙，去海水的园翕一张相，无拍算
经过几十年后，换我做淡江的老师，我去想讲，我早前伫中中的时，我的老师安怎引导我行信仰的路，伫遐读圣经，我就想到即张纸，用罗马字写，一直画平是，即张纸写了后，到半年过伊就过好，最后伊写讲，愿咱的上帝祝福你的家庭，甲你伫公馆教会所做的工，愿伊逐日想顺利、智慧、快乐、欢喜甲平安。你甲我逐日甲听咱的上帝三甲伫地，这是这个伊田树老师。我今仔日来，我较知影讲，这个专门台语，这个专台语的圣经吼。我连想是甲咧出版台语的，后来我有听到外英先生讲，毋是啦，客语嘛有，原住嘛有，这就是叫做运动啦，这叫做运动，毋是甲咧出版社咧出版册，是通过这个要互台湾人爱读咱家己真方便了解的话的圣经。若安尼吼。我今仔徛伫遮讲话，我就感觉真欢喜，因为我真爱运动，所以我逐所在去吼，拢咧招人运动。所以我到伫三芝嘛招安养中心的人运动，我到伫三芝嘛招马街以外的学生运动，三芝国点啊，橄榄球队嘛甲你运动。若安尼我就连伫做伙，所以即个台语的圣经就是要甲足侪种无共款的人三甲来读圣经，这是一个运动我伫背后祝福咱即个教会。出版各方面，然后上帝稳定，甲咱三个基地，就这样。讲到罗马字，就一定会讲到第二个牧师吼，伊伫咱的整个即代的罗马字的运动内底扮演足重要的角色。我会记得伫2年前，伊最后的圣诞节的电子贺卡，90岁人用电子贺卡，用5个语言来做：德文、英文、日文、汉文甲罗马字。语言诚做上帝道理的入心，互咱丰丰富富伫逐世代、逐个文化内底来享受上帝话语的即个丰盛。那么继续，请第4位。即个致辞者就是政治大学原住民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主任林修铁教授来甲咱讲几句话。平安，平安。今仔日是专门台语圣经出版的感恩礼拜。徛伫我的立场，我是。伫正台做原住民族中心的主任，阮所做的项目是替原住民族编印的课本。徛伫阮的角度，感觉今仔日的这本专门台语圣经的出版是足有意义的。我徛伫这个角度来讲几句话。原住民族人口才50万，伫台湾的人口内底才占2%尔，但是伊的语言足复杂。阮照你编的课本。一摆是40几种的语言做伙编，伊的民族是16种，编出来课本是40几种，这内底是爱做一下加税。咱讲你要编台语的课本，鹿港人的腔无共款，宜兰人的腔无共款，这就拆开落去编。所以共款一个台语，伊会编足侪种。你若是讲要甲合起来，讲台语的就是一个版本，安尼原住民的。40几种的版本，等甲汇整起来，到尾嘛是爱有70本，所以原住民的复杂度伫遮看会出来。台语圣经公会补助出版的圣经有10种，有1种是台语，1种是客语，剩的迄8种拢是原住民的语言，所以伫遮看会出来。徛伫语言的角度，原住民的语言的重要性是足悬的。原住民的社会内底有2种人诚重要，2个师，一个是学校内底的教师，
就是教会内底牧师，教师是讲国语，牧师是讲原住民语。即马台湾遐咧推动本土语言的时阵，正大负责要来编课本，这个时阵发现啊，会课的是牧师，毋是教师啊。牧师是要来原住民语言来讲啊，就好，因为伊要传上帝的道。上帝的道理就是透过语言出来传道，同款的道理。这个话毋是讲我真好，这个道就我无传出去。所以原住民的社会到尾啊，真靠就是靠这个牧师。原住民的语言咧公开的场面，我都讲的，就是伫这个教会，用原住民的情况，我倒转来看，客语的情况嘛是共款，台语的情况嘛是共款。但是这无共款的语言内底，原住民语言的处境是上界艰难困苦。咱用一原来边仔迄个扫帚来讲，伊的人口目前甲政府登记的差不多600个人，但是会晓讲扫语的人大概初步20个人。扫语我都讲我真好，拢90岁以上，所以这是一个真危险的语言。像即款危险的语言，民族的人口敢若几啊百个人，会晓讲的话敢若几啊10个人，这在原住民语内底是有真侪案例。用这个情况来讲，民族上界尾的这个风线就是语言，语言若是无去，民族就会消失。所以为着要保护民族，就爱讲家己的话。啊，讲家己的话，就法度去传上帝的道。即款伫原住民的身躯，真明显看会出来，有拄着即款的危险。台语目前看起来危机无遐尔严重，但是咱会使用同款的道理去推。咱人讲咱的话，咱会大家扶起。原住民的圣经法律内底去拄着这款问题，逐个人拢要用家己讲的、家己习惯的遐词来用，所以这就咱的台语圣经讲，拄开始翻出来的圣经，1933年的，有真侪是英文话甲台语无啥共款。台湾的语言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变化，有真侪已经拢看无迄歌词是啥物意思，所以即马要用咱家己的话，咱真熟悉的话，就去甲重新的去甲翻译。即款的原住民的圣经内底嘛，真明显看会出来。战后，原住民开始接受着基督教。拄啊开始是外国的传道人员带领原住民族本身的信徒做伙来翻译，翻到即嘛是原住民族家己本身家己就去翻。拄啊开始较简单的对诗篇翻起，过来翻新约，过来翻旧约，翻了以后呢，各种无共款腔口的人，大家搁挖做伙来，搁来翻一本新的版本。这个是原住民圣经的版本，一本一本给造出来。台湾毋是无圣经的，台湾足侪款的圣经的翻译本的，即摆搁出一本专门台语的圣经，嘛是行同款的路，就是要互上帝的道去挖咱的语言，用咱的语言去传上帝的道。所以今日看到这个专门台语圣经的出版，我感觉足欢喜。简单讲几句话来庆祝这个新圣经的出版，多谢。透过恁教授短短话，咱就知圣经毋是干那传讲信仰，也保存语言足重要的资产，特别伫原住民族迄个困难的处境内底，所以咱看见用母语来读圣经的重要性。咱已经有台语的代表，咱阁有原住民族的代表，阁来。咱要请客语的代表，客语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委李贵牧师伫咱中间来讲几句话。对客语讲客话的人超400万人，只有15%。但是呢，教会迄个兴旺，
一直离于不尽，因为刻意的圣经，差不多经过100年了后才翻译。有真济圣经了后，刻意的圣经2年前才出版。不管真欢喜吼，虽然是2年前才出版，会当甲即个全民台语的圣经协会吼，会当配合啦，因为阮所出版2年前所出版的刻意的圣经，叫做台湾学年，台湾现代学年圣经，台湾现代刻意圣经。伊的特色是啥？就是刻意的圣经吼，对头到尾，一面是罗马字，一面是汉字，但是阮读出来吼，就是阮普通在讲话的客话，非常口语体吼，口语体啦吼。我讲2个例，即个语言真要紧，头一个，咱教会即个心理端的爸爸，一直无信主，伊妈妈做个心。即摆有叫伊较无伊讲客话，后来麦牧师去甲用客话讲，互你互伊听，伊足欢喜的。伊讲我俩做人信耶稣，我是讲普罗话的。毋知讲客话的人也有信耶稣的，因为安尼伊经过无偌久了就领洗的，所以讲语言影响足大。第二就是麦遇到牧师伫公馆，伊咧讲客话。乡村的迄个阿婆阿嬷讲，阿伯啊，你要我讲来客家话，阿伯你哪会晓讲我连老母的话啦？伊讲你要点哦，就嘿啊，伊就将迄个刻意圣经，你爱知影上有时啊，伊就将迄个刻意圣经来提出来读会听啦。讲阿伯啊，你不听那趣味，你不听那会晓讲客话啦？所以圣经翻译口语体伊的好处就是，假如讲，若是对咱教会的姊妹，对于迄个外面的姊妹一听就是会足亲切。你本册你阿倒要讲我的话，你本册要讲我的话，所以伫遮全民的台语的圣经的协会，在推动这全民的台语的运动也是非常意义的因为我所了解这民主的丢落，实在是足拍拼，足用心去做研究，上帝就好。咱今日是伫双连教会来组织，所以咱也要请双连教会地主教会代表黄荣平牧师，甲咱讲几句话。大家平安。伫教会牧会时，咱所用的圣经，拄则咱大概讲1933年。下门音的圣经，所以真侪外口面的无道友来到教会听讲道的时阵，伊毋知影咱咧讲啥。譬如讲，耶稣倒转去就做家教，自罪送香着外，三角做伙，拢听无，到底恁是咧讲什么？所以因为安尼，咱真需要有一个。较现代语言，互大家听有诶，教会内、教会外人拢会当了解咱咧传达诶信息到底是啥物。所以咱就因为安尼，咱就需要来传较白诶话，现代台语诶话。耶稣倒转伊诶老爸老母到伫伊诶故乡做家教。听无，咱讲伊去报户口，安尼咱就敢户口，咱听较有所以同款伫即个语言伫咧变迁的过程内面，确实有影，咱需要用逐人听有的语言。那安尼时阵，未了解上帝话、上帝信息的时阵，因就较容易明白知影。耶稣的救恩，真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通过全面的圣经，较容易读，较容易了解。
有时阵过去伫教会常常咱的中级牧师咧用白话字的圣经咧读的时，因为咱的白话字有八音华语有四音，常常拢会走正去，讲耶稣伫山顶教世人，咱会念做耶稣伫山顶教世人，迄音就走正起来，所以因为安尼，咱需要有正确的台语伫表达的中间，互人来明白上帝恩典拯救的祝福伫咱台湾的中间。愿上帝赐福全面圣经的出版，会当成做台湾的祝福。多谢。多谢甘牧师吼，咱看起圣经真正是伫对为一个世代继续称做上帝话命的话，而且咧看几个伫中间有祝贺的话吼，咱伫中间有真侪单位来甲咱祝贺。中间我敢若读是风就好，其他咱就来看 PPT 所展现互咱看的祝贺话。头拄仔主任秘书长已经读到台湾罗马字圣经、罗马字协会的即个贺词，我要读台湾一个长老教会总会贺词，祝词伫主内全心祝贺全民台语圣经出版感恩礼拜。高举基督，传扬福音，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恁着徛好在，毋通摇动，着定定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辛苦做工，一定袂空空。哥林多前书15章57到58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0届总会议长陈文仁、总干事刘荣仲，甲全体总委一同敬贺。其他咱来看 PPT 所互咱看去无共款的单位，咱有即个总会来，有罗马字协会来，有台南新学院来的，有即个台南东门巴吉勒纪念教会来的，有真理大学来的。有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来的，也有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经学院大会所来贺典。为安尼，阮献上真深的感恩，也愿意大家伫台岛内底，伫支持、伫帮站内底，继续互阮有气力拍拼头前路站。多谢恁伫阮的中间。即个我要请林俊荣秘书长来讲几句感恩话，甲简单的报告伫咱的中间。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咱就感谢大家今仔日挂假来参加这个感恩礼拜活动，就无答题大家会当来真感谢，我真感动。感谢上帝所带领，咱已经完成出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版的新约故事篇箴言的汉罗版甲标字版，这咱看会到。咱这个版本当时伫斯罗安台语点字的网站登播一个，所以今仔日去读的圣经，甲因这个清楚馆内底所印出来圣经，拢是点字版，所以咱的传言台语圣经这方面，包括咱的朋友，感谢。10几年来，我透过这个网络，甲圣经学家、甲牧师。台语文界先进，甲志工来教育遮所提出的遮个意见，真宝贵意见，我会当甲配合起来伫网络作业。安尼有哪去甲修订，去甲整理，会使讲这嘛是维基百科，就是网络专门的圣经。咱就感谢全民台语圣经协会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安怎形成？
就是我沿路做，沿路讲，沿路足侪感动的人就我来，伊做者，伊也做者安尼，会当完成今仔日上帝所欢喜爱咱做的这个工作。即摆长治今年这个新妇约专属的汉老板会摆办到到有计划要伫咱长老教会设到150周年，最后一个活动就是10月20到15，伫台南要举办的教会日，迄天来出版。台南新学院当时伫迄天，就迄个左右会举行，甲这共款，今仔共款，今礼拜来感谢。足感谢上帝，就是讲台南新学院，伊有感觉这个时间的重要性。伊就甲我讲要合作，包括安尼好，即个协会的会址就设伫即个台南新学院内底，佫有一个办公室，完了，所以我才大部分时间落去报。所以讲即个有上帝，我一直感觉讲有上帝引发带领，你做的工作就毋免去惊遐，就甲惊数字啦吼。我就是安尼青面牛，人讲我是老顽童咯。教会讲无啥老顽童，安尼做，若讲无相信讲有上帝带领，早就惊，早就做袂落去啊！但是虽然拄着偌济困难，总是有人来帮衬，即摆要做培育啊，这培育困难啊，上帝就引发一个足有名即个培育的个个圣人家来牧师来打手，所以伫遐顺利来甲完成。咱再要出版社爱用钱啦吼。咱即个计划要出来，咱底下底有一个DM吼，内底有3个版本。迄个乌色，迄个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版3种版本。迄个内底是即摆是最后一个，就是讲迄个叫做新妇约专属的汉罗版。即摆已经有出2个版本啦吼，即个外面有电视，总共合起来算起来差不多大概700万元，干那要出版排版，迄排版要约足贵吼。即个部分，即个时间，我特别直接邀请大家来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外面电视的圣经汉罗版，迄个册版的定价是400块，白话字的较高，白话字的定价是600块，请大家自由放的，自由提册。这圣经要有大家读的吼，你就是讲会当自由摕转去读。需要奉献证明的人，请伫奉献袋内底，顶面留迄个相关的资料，会当把这个奉献证明寄下。今礼拜咱业务要结束啦结束了后就到准备这个地点，欢迎大家来参加。坐落来，大家有感觉讲，这个伊交结婚牧师美国人就转来是讲要甲伊讲几句话，要甲伊斗阵坐桌来斗阵食饭。阮有这个计划，就是讲伫这个咱遮附近有一个古川日本料理店时间6点半，因为咱咧先订，知影几个人，所以请向咱的这个秘书老小姐伊有一个互咱签，伊要来食啥的会当留落来，倒还袂拄好的，欢迎大家斗阵过来讨论拄则来咱就讲，这个圣经即摆是拄开始，咱过来要行真长啦需要大家我来斗插手啦我你讲有开始，今仔日遮咧嘛，这日苦啦来参加这个团队，来做咱对咱台湾人有意义的工作，完上帝纪念每一个人所做的工，加倍祝福，多谢。我蔡老师讲，这是一个运动，咱的福音嘛是一个运动，为耶稣开始。原咱对每一个世界、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语言内底，福音成做迄个活的运动，是一群人向前继续来行、来传扬的运动。咱做伙要来迎祝福的时
来彼此祝福，也伫遮宣告，咱要继续伫福音的路上继续来行。咱要做伙来吟圣诗517首，搭要线会求主赐福，搭要线会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团结起来合作，欢喜就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传路。做伙来吟，起立来吟，专心。请坐，然后请大家老婆吼，伫外口阮有地点，咱做伙来交陪，彼此来分享。若要甲阮做伙坐倒，请伫我客气来登记。咱的今日礼拜就真正结束。然后咱的六种版本的全面圣经也伫外口电视吼，请咱做伙来支持，也做伙伫遮来帮咱，也做伙继续为着阮的事工来祈祷。多谢大家的参与，多谢。